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，公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咱今日要讲的吼，就是这个塑化剂。哎呦，你讲的这我规模无拢压起来，我甲真正拢唔敢袂食。真的啊，这塑化剂吼，真正有够毒啦，害人不浅吼。害人不浅，咱这个人吼是真正足无公德心的。哦，无道德。无道德啦，这款呢真正吼，哎呦，爱甲掠爱关到去头毛死煞母。什么？我认为这个迄害死足侪人安尼。真正迄足侪人的，你唔是咱全国的人拢有毒呢。嗯。 听讲这已经20几年开始都有啊呢。无怪我定听朋友来讲，最近无看讲调癌，迄个调癌，无怪调癌人较济啦。真正伊负责任，我无骗你。是啊是啊，你要看吼，你无论什么物件，去用这个塑化剂落去了后，迄个物件听讲会较水。 哎呀，爱冻较久。哎呦，莫怪，你看，一个洗线的喎。好，用洗线嘛是安尼啊。底啊，一个塑胶底嘛是啊。冇影响哦。你看，滴对人身躯落去。啊，你莫怪讲啊，一个。有记愈洗愈害，愈害。有这患者吼，讲愈洗愈害，药剂佮安尼变塑胶。哎呦，所以讲哦，这个人哦，听讲哦，不但无道德心，而且哦，佮足。 员工是一个足无好的商品。哎呀，我听伊讲，迄老厝毋是买一间两间买几片的啦。哦，讲买几啊？用要敢若讲中华大陆规个拢因的啊。哎呦，韩国国毛呢？是哦，外国毛迄个无良心的，迄个青菜迄个小黄瓜哦。小黄瓜。我若讲40几个安尼，40外个。食蔬菜食到40几个。对啊，我迄看你讲是讲吼，伊西班牙去卖去德国，但是即摆研究出咯。 西班牙讲唔承认啦，德国嘛敢若讲唔是西班牙的安尼啦。啊，即摆西班牙听讲要甲要求赔偿。对，要甲要求赔偿，你名誉损害啊！伊的物件拢无使来卖啊，无人爱啊，听到西班牙，你惊到安尼。哈，安尼连蔬菜拢袂使食，足可怜的呢。我是感觉吼，咱这个所有朋友啦吼，尤其是咱做事咧种菜，互人食的朋友啊。恁看即摆拢为着健康，啊尽量看会当食较济蔬菜，啊肉类食较少。啊，假使讲咱这种菜的人朋友吼，若无讲安尼平常心嘛，啊若安尼药啊食全过量啦，啊。 是讲谈着讲，即马计小好，就赶紧的药啊，3、2工前才抓尔，就紧摆起来卖。我感觉迄拢是害人嘛，会害着伊家己啦。所以呢，真正爱平常心吼，农药一定会抓，但是一定爱到药效过去了后，再来甲挽起来卖。啊，要抓嘛，唔通抓伤重啦。对，轻轻啊就好啊。上好是你要卖，家己先食看嘛，再来卖。对啦，若无代志再卖人嘿啦。啊，像讲吼，咱咧食迄鸡吧，迄有诶鸡啊，你爱系正常诶时间来大汉，叫甲煮诶成长激素啦，可能几工啊就大只，啊包括迄猪吧，什物瘦肉精，哥哥你顶工毋是讲过，迄什物鸡翅，什物20几支，我有看到呢，足恐怖诶。是安尼尔。 迄款的鸡啊，咱拢炒2、3个月才会大只。对。这个煮咧到地讲，听讲10外工就大只。哦，迄是诶，而且像讲咱头哥哥讲迄塑化剂嘛，迄毋哪影响到咱的人体，而且吼，咱国家颜面何存？对。佫有袂去到国外呢，吼，所以吼，即种诶歹心的代志毋通做。上好吼，就是来看咱天天又开心的结局。来。 先生，来，要坐一下啦。哎呦，先生，我看你这型哦，一定是掉沙对无？这掠掠的吼，就较轻松啊啦。有啦，安尼有无？多谢。安尼有较好吼。哦，小姐。哈。啊，你有学过是啊？我伫遐真好呢。无啦，无伊啊，我一样学淡薄仔啦。人知讲人掉沙，爱伫遐大板筋哦，才有效啦。是啊。小姐啊，你外地人哦？嘿啊，我都要来找人吼，想要找所在住啦。
要大？哎呀，讲到要大，我就精神来啊！安尼啊？我甲你讲吼，我咧开民宿啦，来我遐大好无？哦，好啊好啊，安尼我跟你来，我带恁遐吼。好，行，来来来，我歹势，行好行好，较慢嘞吼。是安怎这个查某会甲钱安尼浮条条，甲伊是啥物关系？烧，咖啡来啊！来，来扫。做芳呢？那泡咖啡毋是我咧操蛋的，100公里以内无人对我会着，我若讲第2名，无人敢讲伊第1名。来，请啉。啥款？真正做好啉的咧。哈哈，你若爱啉哦，我逐工拢挑泡互你啉。安尼我会歹势啦，你对我这么好。哪有啥物好歹势啦？你是人客，我对你好是应该啊。啊对啦，阿公哥哥，等下吼，你敢会当带我去邮局还是银行？我要办一寡代志。好啊，无问题，我带你来。那安尼我入来摕包包。好。啊，你大大啊，袂紧啦，吼，慢慢来啦，不要急啦，哦，我会等你哦，我等你哦。好亲切哦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我等你哦。讨厌，拉链在后面。你怎么那么讨厌在人家后面听人讲话？你少肉麻了啦！哦，哥哥，你真体贴呢，搁会泡咖啡要行啉哦。我以前毋是拢泡互你啉。是啦。啊，毋过吼，这杯我甲偏起来是比以前你泡互我吼，搁较香，搁较好啉呢。你别虐人哦。你讲诶，虐我会歹势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这杯我甲偏起来是比以前你泡互我吼，搁较香，搁较好啉呢。你别虐人哦。你讲诶，虐我会歹势啦，我后尾个高啦。啊，毋是共款意思。迄共款就无共师傅啦。是讲糖糖啊，我咧拍七仔你拢袂食醋。有啥物好食醋？大家拢做朋友啊，哪有紧？哦，赞！所以讲你有咧出入来往，你的个性我欣赏。阿公哥哥。喂。我好啊，咱会当行。好啊哦，糖糖哦，民宿小可顾咧吼，我甲小来去。来，你遮来。哦，这阿公哥哥去工作，敢会成功？真怀疑哦。这边遐。糖糖啊。阿姑，你是安怎？恁阿姑哦，拄好险啊吼，咧到大路边有昏倒啦，我甲拿好啊啦。谢谢。阿姑，这天气遮热，你去我宣传岛，哪会歹找所在休困，伤忝遮安尼吼？哎呦，我哪会知影讲会掉沙啦？我日头有够猛啦！我咧加在这位小姐哦，我甲她解救，要若无吼，我真正无命。唔莫安尼讲啦。哎呦，我咧加在哦，伊甲我救，伊对啦，伊讲要住咱遮啦，无你去甲按来者。好，谢谢。唔免啦，唔免甲我按来啦，你甲我讲我住倒一间就好啊。上电话叫阿姑吼，去身躯人较凉的，较爽快啦。哎，较凉的哦，我咧甲泡一寡迄个面。好啦，开冰箱，互你吹啦吼，好无？我拿物件你来迄。喂。多谢你带我去邮局办代志。哎呦，你安尼规路一直说多谢，安尼我会歹势啦。是讲我看你邮局安尼汇钱吼。是啊。我汇钱互我的男朋友啦。好啊。伊就急要用钱，所以我才汇钱互伊啊。我这个男朋友吼，伊真认真、真拍拼呢，为着家己的理想，逐工拢真用功咧读册哦。我相信吼，有一天伊一定会成功的。阿公哥哥，你想啥啦？你拄则讲啥啦？拄则讲啥？我拄则讲足侪句的啊，你是要听倒一句？上重要迄句。上重要迄句？啊无我规句头讲互你听啦。我吼拄则甲我迄男朋友。啊！你甲我自巧，我拢知影。你是知影啥？
你有听一首歌无？叫做见唔着人无？要笑嘛笑袂出来，要哭嘛哭无使。哎呀，做见唔着。啊，我即摆是爱唔着人啊。这些讲啥，我哪拢听无？啊，听无半臭啦！我甲你讲啦，到这来啊，跳无拢袂要紧啊。上重要是我的美梦已经脆糊糊烂了了啊。啊，顾哥哥，啊，你毋是讲你要带我去世界行行咧？即摆干咩搁行伫东哟？是安怎？人无爽快啊？好啦好啦，到这来啊，好人做到底啦，要去倒遐行啦。哦。啊，你毋带咯？啊，着搁带哦。好啦，对好调啦，放给恁兜代志啊。大家你，阮转来啊！阿公哥哥，是毋是咱出去伤久，所以恁姐姐无欢喜啊？子啊诶！敢若真正做无欢喜的呢？嘿，应该毋是为着咱的代志啊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好，啊，你入休困。无我先入啊。啊。咱来冷气内袂冷吼，电拢猛吹吼。迄啊冰箱吼，迄个莫大小的吼，要啉滚水甲出来停。人客来哦！回小厨哦！你倒，对回小厨。笑了伊啊啦！干囝，你叫你，这个代志你还咧滚算账？谁叫你安尼心不在马？啊，心不在焉啦，是当时该心不在马。哦，好啦，马好烟也好啦，无啊，姊啊，你到底咧想啥？无啊，哪有？我讲无，哪是讲？啊就对面啊，来一个女士啊，啊对青仔哦，足好的呢，好甲袂输敢若吼。哎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就甲你讲一件代志啊，你哪会敢若无要无紧啊？你哪有啥物好要紧？迄规尾甲你想的绝对无共款的。安怎讲？啊，即摆不管啥物讲塑胶讲铁讲拢袂要紧啦，迄拢无重要，什么上重要是？姊啊，我咧心乱啊啦。是糖糖，佫无爱插你啊？毋是糖糖啦，是笑笑啦。煞毋知哦，我甲伊去邮局，结果伊汇钱互伊男朋友啦。安尼你甲讲我是毋是在心乱？我是谁教你的？啊，无人叫你就爱对伊遐好啊，伊嘛无讲要做你女朋友啊。我安尼想想，你安尼无算失恋啦。哦，我安尼无算失恋哦。我算单恋、暗恋、空思恋，无算失恋。对。哈，安尼啊，我还是讲会知啊。你讲什么人对青仔较好？我敢会知影迄个是什么人啊？哦，唔知哦。我替你来去探听看觅。哎，无啦，安尼去吼，你面对面安尼歹势啦。哦。咱用遮甲偷看到。偷看。点点看。点点看，点点看。啊！你是你倒打啊，你是要来找恁小妹哦？系啊。啊，恁小妹为着男朋友离家出走哦。啊，恁哪会无爱报警啦？啊是要哪报警啦？已经几岁啊？啊，搁再讲，因男朋友叫什么名，我嘛唔知，是要安怎甲警察讲？哈，你连恁小妹男朋友是啥物人你都唔知，安尼是要安怎做？唔是啦，啊，所以唔知因即摆拢足流行的什么迄个电脑无，啊什么个网络聊天的无，啊你熟悉的阵也知影名嘛拢假的啊。啊，有影啦，这叫做网友啦，啊，台语讲叫做网友啦。网友。啊，若像阮阿姑讲的迄网友吼，安尼要找确实有困难。但是无要紧，即摆有即个网络电信警察，咱能请伊倒找啊，我相信真紧就能找到恁妹妹。哦安尼哦，啊无先找看卖啦，若真正无法度吼，才听你的啦。嘿，做你放心啦，我你讲，阮一定会甲伊倒找。多谢多谢。哎呦，说啥物多谢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甲你斗3工找到啦。啊是讲小王子啊，你讲有炸恁迄妹妹相片？
无呢，我出门时阵，我常常无想到无炸菜。无炸。你哪着搁炸相片啦？你若看迄查某囡仔目睭大大蕊，就是因小妹啊啦。啊对对，糖糖，你明仔载带伊去民宿街，逐间民宿拢甲他查看卖，甲找看卖，一定找得到啦。阿姑我知影，你讲目睭大大蕊的嘛。啊，这我甲你交代吼，去办。好，啊，小姐无咱来。好，多谢哈。好啊，行好咧，感谢你啊。姐，迄个查某甲糖是要去倒哈？你这是住伫海边上，管遮看咧。无啦，我问讲，迄个查某是你的啥物人啦？我足重要的人啦。足重要的人？我甲你讲哦。莫非？莫胡白讲哦，我这是你办正经的代志哦。我看你怪怪哦，你做啥心虚哦？虚你的头啦虚！我即摆不但办正经的代志，而且哦对我的医生哦，拢有影响到。啊，青啊，咱两个是马子的呢，你有啥物代志袂当我知哈？嘛对吼，咱两个是马子的。对啊，安尼好，我甲你讲，这个代志吼，代志是。青啊，你惨啊你啊，这代志大条啊，你还阁有心情当遮咧开讲啊？队长啊，你当作我读厦门大学啊？什么厦门大学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厦大的啦，这你都唔捌。兄青啊，咱借问一下好无？啊，这宣传单是毋是你的啊？你目睭是你吐泪哦？啊，这著写天民宿啊，啊，佫无敢会你的。哟，对哦，写天民宿啊，你有看到哦？青啊，你迄宣传单咧四界乌白搭哦。赞啊！环保署要告发你哦，制造环境的粪扫啦。会长啊，哟，啊，你是咧付偌济啦？无偌济啦，啊，搭一张吼，3000啦。好。啊，我遮有20几张啊，啊，你想咧？一张3000，20几张。哈，安尼都6万外，哇，是啊，你歹啊你。啊，我看到几把。大屁啊！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俗句就是理财就是趁钱。啊，趁钱哦，咱讲到钱，人爱，大家爱啦。哦，倒一无爱，无可能嘛。阿大爷讲。系啊，我用我的身体来甲拼讲来趁钱啊。所以讲有一句话，就是趁钱有所性命着过。哥哥，迄个功力呢？哎，那安尼。哦，你哦，天天又开心要主持啦。歌厅要主持啦，连烟枪你也要灌出来卖啦。啊，佫有咧，游乐区，游乐区啦，啊，佫有咧，精彩的。哦，你真好赚，真爱赚，你嘛真要赚，你赚一个性命嘛无呢？这属实的啊。所以讲吼，爱佫倒迄个啥？蹦恰，各位老店你看，真正身体爱顾，有钱当性命的。所以讲咱身体上要紧，你有用的身体，才我当去享受。你若无用的身体，你搁啊家财万贯嘛无效。哦，享受袂到啊。你这边青山无？你有多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对无？对啊，我常咧讲哦，真正钱就是安尼。哥哥，你莫讲这个哥哥，你家己嘛是共款啊，对不对？进前好安尼，一工哦，敢若走场走袂离。哦，那一阵我暗暝我无骗你，主持就一个月做40几场，敢若我呢。一个月30工啦，你安尼。嘿啊，大家拢叫伊什么？什么？好多晚会王吗？哦，暗暝王子迄种。晚会王子。嘿啊，迄种啊拼甲安尼吼，其实钱哦拄啊好用就好啦。对，钱阮倒也袂食呀，钱也毋是万能啊，但是无钱我万万不能了。进前我嘛是啊，民国86年去面试了后，阿个招来伯，阿个亲戚卖计较，还佫一个8点钟，迄三出戏咧加，你敢知？迄真正连困都无时间通困呢。对啊。啊，感觉规个身体拢怕歹。系啊。嘿，对啊，所以哦，人讲哦，身体真正就够啦。对啦。啊，所以咱人啊，其实嘛是爱及时享乐啦。哦。工课咱认真做，啊，若休困的时阵吼，咱要买物件，咱就尽量快乐甲买。安尼人生敢毋是足有趣味？哦，你意思讲赚嘛是爱赚，啊开嘛是爱开。嘛是爱开，啊别莫讲吼，你安尼趁干呢，啊你无迄个身体去开，你赚这个钱无意义啊，对无？哦，有啊，开嘛都爱节制啦，爱节制啦。像阮就会啊，我赚懵赚咯，即摆来我来
一礼拜到我就带阮某阮囝吼，啊去树林夜市洗洗买衫，啊抓铃，对，放松一下。浸卡啥吼，筋骨吼，小放松，我身体过好，搁怎买物件？哥哥歹势啦。 我是感觉享乐是袂歹啦，但是吼有时阵哦，咱每当带囡仔去做亲子活动啊，去扫扫街啊，做一下义工也不错啊，对不？吼，卖拢干来享乐哦。我跟你讲啊，尤其哦，咱头拄讲到钱啦，讲到钱是人人爱，也毋过钱是世界上毒的物件。这是。我敢若知讲上垃圾，因为困足济。嘿啊，是安那毒。你头拄你讲迄句啊，有钱人人爱啊，啊无钱万万不能啊。对啊。所以讲你嘛是这个钱吼，会引起啊了兄弟啊冤家啦。哦，真财产，真财产。嘿啊，啊这真财产，你较济我较少安尼，毋是安尼尔呢。哦。 兄弟啊，佫会对四大人出手咧。哦，为着钱拍人，嘛是安尼啊。哦，有个大哦。哎呦，迄南口会发生的代志啊！我迄做总破赛，啊，就叫因囝甲因的朋友抬死啊。一个人拢90几刀呢。所以讲，后摆你钱存啊，一你莫老囝老我。老阮啊吼。我嘛袂甲你抬啊。你安尼我就叫你我叫阿爸，我想到，啊，就一个科技新贵嘛，吼，为着讲哦，要爱咱这个物件要研发，吼。 工作时间内一般拢是讲差10点钟以内嘛，啊，结果伊为着要讲啊，这项物件赶紧家研究出来。加班。哦，这若是注册落去吼，哦，迄内底几落亿个收入呢，啊，就安尼日干暝一直做，一直研究，研究到错起来。过劳死啊！安尼讲有意义？嘛无意义啊。无意义。嘿。 所以你讲，人讲哦，人生哦，真正是性命较重要。30分钟，实一个又过过去啊！要我跟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个天天又开心嘞！要奉劝大家，钱虽然爱赚，身体嘛是爱顾。人讲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有快乐的人生。啊，无过中秋，搁再阮斗相情。 恁的心对阮这无情，甘愿为爱牺牲，向天来证明，可惜真心亲像秋月藏天顶。啊，无过的中秋，怎样搁再了伤心？只有拜托拜托月娘替阮来求情，甘愿为你牺牲，望天来。